各位粉絲們又有好嘢益你哋啦！相信咧好多人都會喺網上面睇過呢個單位嘅影片，但係咧你哋一定冇睇過打完9號風之後嘅佢。咁其實咧正常你好天先會約拍片噶嘛，係咪？咁我約咗2次，佢都係落雨，有冇辦法啊？咁所以我都會同自己講，其實落雨又有咩好怕喎？你點知道今日會好天㗎？唔知㗎，約咗新鴻基啊嘛。正式同大家介紹司徒拔道18號 Central Peak。還記得7年幾前我上嚟睇嘅時候，當時都未有精裝修單位啊。然後去到20至22年呢段時間，不斷有名人買入，當中成交價包括有1.幾至2.88億。2.88講緊係一個特色平台嘅成交單位嚟嘅噃，唔係天台啊。所以今日我哋參觀嘅就係天台特色單位，仲要有精裝修。呢個櫃係裝篋嘅，呢一紮櫃就係裝鞋櫃嘅。規矩照舊，豪宅必備嘅 private lobby。門口入到嚟呢度咧，係一個小玄關嘅位置，成個戶型橫廳加橫向設計，所以我介紹咗呢一邊先。客飯廳嘅區域，梳化目測坐到20個人，因為包埋呢4張凳。我哋成個景觀由呢個低窪望落去咧，球場再加埋成個 CBD 去到禮頓山嗰邊都見得到嘅。今日都見到呢個獅子山，再送多幾嚿雲俾你。嗱，好難得㗎！打完風之後又唔係好曬，啱啱好啲雲層咧去到你嘅視野角度，係非常之完美嘅一幅畫嚟嘅。咁我哋呢一邊咧就係做翻10人圓形大餐桌，呢一個餐桌用雲石做，中間都加埋呢一個雲石嘅隱藏式轉盤喺度。嗱，配合埋上面呢一盞亮晶晶嘅水晶燈，係咪非常之正呢？ Central Peak 好多裝修位置咧都係用咗雲石同埋石材去堆上去，而呢一啲石料咧坊間係好少見嘅。廚房呢個位置咧，我覺得叫做剛剛夠用，始終你2700幾尺實用面積，成個廚房咧佢都係用翻G鏡樓做主題嘅，電器包括呢一個抽油煙機啦、焗爐啦，同埋呢一個雙門大雪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咧，呢度已經有一個雲石嘅 pantry 台喺呢一度啦，係咪非常之誇張啊？有少少墨綠色喺呢一度，呢啲全部都係講緊天然，所以貴。而佢嘅工人房呢邊咧就做咗碌架床，我哋喺呢度發現咗佢有一個工作平台。3房3套嘅設計咧，每一間房都有精裝修。我覺得比較吸睛嘅位置，就好似我而家身處呢一間房，佢係除咗望到前面一線景之外咧，我哋後邊後山嘅景觀咧，呢間房都睇到嘅噃。試想一下喺呢個浴缸望住呢個景觀浸浴，係咪非常之舒服呢？雙門設計嘅主人房，充滿儀式嘅小走廊，分隔開睡房區同埋浴室、衣帽間2個地方。我哋主人房呢一度咧唔裝電視機啦，裝唔裝投射機你自己決定啦吓。咁呢一個主人房除咗裝修靚之外咧，其實都好吃呢一個景觀嘅。而呢一個跑馬地東半山景觀咧，發展商係重視到將佢 copy and paste 擺埋呢一個鏡面度。主人嘅衣帽間分男左女右2個區域，任你揀，因為兩邊都差唔多大嘅。再向前行多少少，呢一度咧已經做咗一個書房嘅位置。咁隔離係有個浴室嘅，呢一個浴缸咧係畀書房用嘅啫。真正嘅主人浴缸咧係呢一邊。主人浴室呢一度咧，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型鵝蛋型嘅浴缸。而我頭先影片開頭都講咗啦，成個系列最靚嘅就係呢一幅天然雲石水彩畫。收音機唔單止係成幅砌到落去，佢連星盤嗰邊都用咗同一系列嘅墨綠色。嗱，呢一隻顏色咧揀得最靚，因為襯埋呢一個天然嘅主題，成件事咧係加分加分再加分。配合埋一個1800幾尺嘅天台，270度嘅無敵東半山景觀，你要招呼朋友綽綽有餘，私隱度高，位置又夠好。今日講緊我哋呢一個位置，10分鐘你可以去到山頂、銅鑼灣、跑馬地、半山，所以呢一度咧，你話係一個港島區嘅中心位都不失為過。唔知道大家睇到呢一度中唔中意 Central Peak 嘅裝修同埋景觀呢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關注我，呢啲就係豪宅。